繼續來看藝人孫鵬甲知英的姑囝孫安祖，今年的5月，在 IG 發布這個噴火裝置的影片，互檢警來拘提收押禁見。士林地檢署偵辦42天後，今仔日用3條罪甲起訴，而且移送法院來審理。哇，這什麼？報環邊，今仔日個大會甲烏煙清氣的現場。今年5月14日，藝人孫鵬甲知英的姑囝孫安祖，將伊使用家己做的噴火裝置畫面錄落來，放上班機啊！安祖要後悔？安祖你怕不怕？在台灣被關怕不怕？士林地檢署偵辦42天後，今仔日依照妨害公眾來往安全、恐嚇公眾、甲違反槍炮彈藥毒害管制條例3項罪嫌，將伊起訴。任4名被告分別涉犯以他法自身往來之危險、恐嚇公眾、持有具殺傷力槍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擬槍等罪嫌。起訴資料指出，孫安祖在今年1月到4月之間，在雙北測試家己做的噴火裝置隆重設計。除了有經紀前陪同，協助拍片姓區甲姓江的共犯，是以一段影片5000塊的介紹，甲孫安祖簽約，前後拍5段影片，和孫安祖攏總摕到25000塊報酬。沒有，我們現在都不知道狀況，那我們一切配合調查。是。起訴資料更加野出，孫安祖在拍片的群組內底，不滿作品的警示標記傷濟，甚至嗆講沒有警察啦，要求不增加安全的警示。如今去互起訴，孫安祖恐驚會封關，也互因老爸母仔頭殼毛哩燒。